要万幸，尊心加倍，不将礼敬，行错借我，老君知音，陪我做伊论分明。怎能惊伊小小红灯？阮在道边，听你情形，不由过爱红花影。呀，驸马，拿起枪枪归何来？Hello， 欢迎我们的线上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专一大大以及呢我们的庶民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都给你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欢迎线上朋友呢跟我打声招呼，我们先来听一下一怒打精致的 CD 专辑，等一下呢再来呢跟大家继续聊下去哦。苦苦写书，依我懂了，就不应该哦。公主啊，世上好定啊，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Hello， 各位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跟我打声招呼哦。先欢迎我们的庶民。我蛮好奇哦，我们的庶民呢，的大头贴哦是一个女孩子，是你的本名吗？还是你老婆的照片呢？我们先来聆听一下这首多马调雨涵电台的歌曲，等一下呢跟大家继续聊天咯，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收听雨涵的电台，准时八点，互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卖凊彩。对哦，知识长时行，凊彩才袂心行行。片段古涵广播，互恁听，祝恁收听古涵电台的观众朋友，金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欢迎大家呢先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分享至你的脸书，分享至你的 IG， 分享至你的 LINE 群组哦。先来跟大家讲明天的天气预报咯。明天呢，这个台北地区的降雨的几率大概在20%左右，台中呢大概在10%，那呢这个南部呢，这个台南地区也是10%哦，那呢台东地区哦有20%到30%的这样的降雨的几率。所以说呢，北部的朋友以及台东的朋友哦，
要记得携带一下语句哦吼。感恩大家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为什么呢？今天的主题呢，要跟大家讲一下，说呢，你会给自己呢这个享福基金吗？你们知道享福基金是什么吗？那呢，享福基金呢，多久要给一次自己呢？是不是有人呢，每个月给自己，甚至呢，可能每半年一次，或者是呢，每一年呢，给自己一个这样子的礼物呢？还是说呢，你每换一个工作，还是呢每交一个伴侣，甚至呢，做了什么事情之后呢，就会给自己一个享福基金，甚至呢一个小礼物哦。先给我们的张芬芬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欢迎我们的恐龙康朗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晚上好。恐龙康朗呢，这几天跑去哪里了呢？他前一阵子才刚被叫招回来，对不对？还好吗？来，欢迎我们的冠宇也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哦。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讲这个享福基金这件事情，以及呢跟大家聊一些新闻呐。还有呢，你们觉得形象这件事情，除了这个个人形象以及公司形象，那呢就算我可能有在这个扶持这个剧团，所以还有剧团的形象。那你们觉得哪一个形象最重要呢？甚至呢，你这怎么呢来维持你的形象哦？欢迎我们的医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哇，这个名字真好听，叫做医生哦。哇，不管呢你是这个大家呢所知道的行业的医生，还是呢在我们呢在这里呢散播一些快乐这样的享福的医生，也都很好哦。哇，这个名字真是好听哦。所以说呢，我们线上朋友呢，有一些是马来西亚的朋友，有一些是新加坡的朋友，甚至呢中国大陆的朋友，还有我们的日本朋友哦。那呢，很多的朋友，名字都也蛮特别的，以及呢，就像我们这个恐龙康朗一样哦，把自己的这样子的艺名呢，这样网络上的名字呢，取得非常的可爱。先来欢迎我们的991大大，我们的庶民，以及张芬芬，还有我们的恐龙康朗，以及冠宇，还有我们的医生哦，都欢迎你们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还没帮我订阅关注的朋友呢，记得帮我订阅关注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先跟大家讲一则呢，有关于我们国内的新闻，也有关于外销哦。那是外销什么东西呢？等一下跟大家继续来聊下去。欢迎我们的 RABB 大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今天呢又有一点这个大舌头，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回事哦。先允许我呢喝一口水，等一下呢试试看看哦，会不会比较好一点点哦？是不是因为呢，要上来见大家，有点小小的紧张，所以说呢，开始又大舌头了哦，真是有点搞笑咯。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现在这一则新闻呢，要跟大家讲哦，有关于台湾外销去国外，是外销什么东西呢？是外销我们的机车哦。这国外呢说我们台湾的机车的引擎哦，做的特别的好，非常的好骑。所以呢，在我们早期呢，就开始这个外销的这个洪嘉腾机车哦，也很常外销出去这些机车的车辆。
但是呢，就犹如我们这个线上好友所说啊，其实哦，在台湾买机车，其实呢，这个在国外买机车哦，反而比我们这个还便宜哦。反正我们外销呢，我们的国产机车哦，在国内买呢，反而比较贵哦。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线上朋友如果知道的话呢，也跟我们做个分享咯。是的，我也是台湾人哦，我是台南人，所以说呢，如果对机车要好几万呢，现在都6、7万起跳是算基本机车啦哈。那如果是比较高级一点，当然就要10几万的机车也都有。那呢，当然外销出去国外之后呢，价格反而比较便宜耶。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欢迎我们的庆顺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呢，庆顺是我们的新好友哦，所以呢，这几天呢一直有上来，也给你2个亲吻哦。这是新好友的福利，也感恩呢我们的 RABB 大道有祝福我们的电台说呢，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上来做聆听，所以呢也感恩我们的 RABB 大道。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不论呢你在做点家事，不论你在洗碗啦、扫地啦，甚至呢陪伴你的家人、陪伴你的朋友的过程中，都可以呢顺便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因为呢，雨涵的广播电台呢，不只在推广文化戏曲，也会跟大家讲呢今天的新闻小知识，还有呢跟线上好友呢来聊聊天。所以别忘记哦，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哦。刚刚呢，电台一开始呢，有先唱这首叫做《都马调》。那呢，我们也来聆听一下不一样的都马调，在我这个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的都马调，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那呢，这个只有1分半的都马调是因为我到时候要去比赛来做使用的。那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咯，感恩大家。行必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开条工，将伊塞，确实是酒，是我不介，叫做将兵，夫妻才能在和谐。今日成年，这是你的错，本宫有缘要告状。幽灵来看好，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让你过爱，恋来啰嗦，带你见着你呀做会行，怎不对你呀，对你。我不了情，是不是呢？非常不一样的都马调呢？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这个呢驸马不小心赏了这个公主一巴掌，当然呢，这个公主不原谅他，逼他下跪道歉。为什么叫他下跪道歉？叫他呢行这个君臣之礼哦。那呢，当然啦，这个驸马呢也因为这个夫妻要和谐啦，所以说呢跟他下跪道歉了。结果呢，这个公主更过分了，说呢，就算呢你跟我下跪道歉我还是呢要带你去见我的皇上爸爸。哇，这个呢就困扰了啦哈。
欢迎我们的医生。我们的医生说呢，哦，你也住台南的安南区啊？我住台南的南区。那呢，去到这安南区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哦。我们的医生是小朋友吗？你几岁的小朋友呢？是否还在读书呢？也都可以跟我们做分享哦。好，欢迎我们的策者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他说呢，楼上找楼下，爷爷找奶奶，到欢喜热闹滚滚，匆匆忙忙来到文化幽默的场景，信心满满，匆匆忙忙，以及呢直播间热闹滚滚，文化的展现，让每个人呢温暖哦。有谢谢呢大家的陪伴。感恩我们的策者给大家的鼓励，掌声鼓励鼓励。看到这个匆匆忙忙哦，就想到这个游刃有余哦。而且呢，把它打这个国语的楼上找楼下哦，感觉蛮可爱的。我们呢，戏曲界呢，常常哦，这个搞笑的角色呢，这个丑角呢，常常会说哦，这个老顶接老卡，阿母接阿爸，这个警察接察啦，这个呢啊，就会呢有一些搞笑的用词哦。为什么警察来接察啦？哈，这样子，然后呢会有很多很多呢搞笑的话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歌仔戏的丑角呢，给大家做个搞笑的哦。那呢，欢迎我们的新树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欢迎我们的策者以及新树哦，我们线上很多的好朋友，以及呢新树呢给大家说欢迎大家加入雨涵的歌仔戏频道这个大家庭哦，听到了是大家庭哦，所以呢不分你我，那呢我们也不分说啊你比较有钱我比较穷啊，你怎样子呢？其实都没有关系哦。上来收听呢雨涵的广播电台呢都是福气的电台哦，而且呢他说呢请大家呢帮忙按赞以及订阅，感恩不尽哦，也感恩我们的新树师兄。可以说呢，有我们的新树师兄以及皮金呢小蘑菇的推广，还有我们的伟成、我们的淑芬姐呢这些大家庭，还有我们的策者、我们的追欧一大大哦，那呢大家互相扶持，让雨涵的广播电台越来越进步哦。欢迎我们的皮金鹅小蘑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那呢，策者就跟大家讲呢，这个美丽宝岛歌仔戏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文化，游刃有余的文化哦，这个层次当中呢，可以让每个人呢信心满满，可以感到这样的热情、热开怀哦。可以说大家的福气，这样的友谊呢，每个夜晚都是美好幽默的，这蛮搞笑的哦。这个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哦。我们这个阿妮呢在说这个有一天小明在门口大笑，我问他呢笑什么，他说呢他在校门口。哇，这个安内呢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笑话，那我们就一起来笑一下咯。安内啦哈，来欢迎我们的皮金呢小蘑菇。等一下为什么皮金呢小蘑菇呢可以刚睡起来你是做什么工作呢？为什么可以刚睡起来呢？害我都吃醋了
是的，欢迎我们的 YOK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对不对？欢迎你上来哟，我知道哈，你是新宿的朋友，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啊。今天呢这个国语的频道听得懂哈，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你看哦，一个小小的直播电台呢，可以容纳呢，不论是马来西亚的朋友、日本的朋友、新加坡的朋友、中国大陆的朋友，各方的朋友哦，都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呢，有跟大家聊到哦，这个机车呢外销到国外，那呢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哦，日本呢外销什么东西呢进来台湾呢？日本呢外销这个抹茶哦，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我们常常吃这个抹茶的鸡蛋仔啦，或者是呢，抹茶的什么鸡蛋糕啦，抹茶的甜点啦。但是呢，你知道吗？最近呢，这个欧美的国家哦，也开始流行抹茶，所以说呢，导致这个日本地区呢，没有这么多的量啊，可以做外销啊，所以说呢，当然了，就上涨了。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所以说呢，其实哦，我们有东西外销去国外，国外也有东西呢外销来台湾。那呢，这个抹茶呢，最近呢开始在涨咯，有一些呢这个鸡蛋仔哦，开始没有卖抹茶口味了。所以说呢，如果你喜欢抹茶口味的朋友，口味是什么？抹茶口味的朋友呢，那呢可能就要忍受一下下咯。等一下呢，再给大家来唱唱歌，然后继续来聊聊新闻哦。那呢，我们阿内呢说呢，什么甲壳类呢是蓝色的？9孔，因为呢9孔不入，9孔不入啦，不入是英文就对了啦哈。所以呢，这个什么甲壳类呢是蓝色的，因为哈这个9孔不入阿内啦哈。那大家呢，如果你会吃这个你会讲这个笑话的哈，就尽量呢一起来讲笑话哈。那呢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我们的 YOK 大大说呢，歌仔哥哥你好，感恩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哈，感恩你，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幸好呢，你是叫哥哥哦，因为呢，哥哥目前27岁，很常呢会被叫叔叔哦。那呢，等一下呢，也跟大家聊一下呢保险的重要性哦。我前几天呢去保了一张保单，那呢，是一个小我1岁，这个呢26岁的保金业务员哦，帮我保的，也非常的感恩他哦。欢迎大家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等一下跟大家继续聊下去，感恩。是的，这个鸡蛋少吃哦，因为呢，有的鸡蛋呢有残留这个农药，这个芬普尼哦，叫做芬普尼吗？因为呢，跟我们昨天的这个主题哦，刚好有聊到。我们昨天的主题呢，叫做呢，这个抵制呢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那呢，就刚好聊到这个知名超市哦，但是呢，昨天有跟大家提醒到，我们就算聊到这间超市呢，也都不可以讲出名字这样子哈。所以说呢，鸡蛋要少吃，但是呢又不能不吃，所以说呢，这一点也很困扰哦。等一下呢，来跟大家来唱个歌曲哦。YOK 大大呢是这个新宿的朋友。然后呢是可恩小妹哦，哇，听起来好好听哦，先给你一个欢呼声哦。
可恩小妹，我先截图起来哦，以免呢等下下播就忘记了可恩。所以说呢，也感恩可恩以及线上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脾气呢，小蘑菇说呢，阿娘伟啊，我们这些呢不就要叫阿贝了哈？所以说呢，阿贝你们晚上好哦。开个小玩笑了哈，我们先来听一下呢歌仔戏曲调，这个电视歌仔戏曲调啊，这个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等一下呢，再来呢跟大家来聊一下故事咯。昆阳江北七十相守，心不宽惜无理由，为爱多做几拜寿，恋恋今宵乐优秀。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哦，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在唱呢这个君蕊公主这个金枝哦，这个打金枝的本人，被打的本人哦，被加害的本人呢，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娇蛮个性的公主哦，所以说呢，你可以听到呢这样的诠释呢。非常非常的非常骄傲的个性，也非常的尖锐，这就是呢来诠释呢，他的这样的个性哦。然后呢，先一一的呢，来讲一下哈。这个可恩说呢，这个歌仔哥哥你会唱一首歌曲，哪一首歌曲呢？然后呢，这个淑芬姐说。雨涵太厉害了，怎么可以转身为女音呢？哇，这个也是呢练很久的啦。人家说呢，这个台上10分钟，这个呢台下10年功。嘿嘿，这个呢我也是每天呢关进这个教室里面呢一练来练这个2个小时呢，才有办法练到这个程度
刚刚呢，你所有听到的这样的歌曲呢，你所有看到，我这个整关哦，这个把手呢拿起来，然后呢，以及放到这里呢，这个叫做整关，也就是呢，整理自己的服装仪容的概念哦，也顺便呢把它带入进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唱这个什么歌曲呢？嘿嘿嘿，然后呢，我们呢，大家呢互相打招呼哦，也欢迎呢，我们的淑芬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呢聊到一个话题哦，我常常呢出门的时候呢被叫叔叔了哦，这个27岁呢已经被叫叔叔了，所以说呢，我们的心术师兄哦，就说呢。对吧？新书说的哈，我看一下哦。皮筋的小蘑菇说的，皮筋的小蘑菇就说呢，那我们这一些呢，不就被叫阿贝了哈？给我们这个淑芬姐呢笑一笑，我们刚才聊的话题哦，以及呢，我们这个呢，侧着跟大家呢来说，保险是一个意外险，你要增加呢这个医疗险。如果呢开刀呢，也才有这一些钱哦，这医疗险可以用的哈。然后呢，大家呢，记得哦，要保障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呢要保险哦，蛮受用的这样子哈。感恩呢，这个呢我们的侧哲跟大家来做提醒哦，感恩您。然后我们的可恩是哪首歌？你是说什么歌呢？因为你那个中间那一格呢被删掉了，所以我也看不到哈。你说的是哪一首歌曲哦？你再跟我们讲一次。然后呢，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说呢，这个你是台下1分钟哦。那呢，台下1分钟呢？那这个台上不就要10年功这样子哦？那就相反过来了哈。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来聊新闻。刚刚呢，有我们的观众朋友问我说呢，我是不是台湾人？没有错，我是台湾的这个台南人，也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人呐。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呢？今天有一则新闻哦。我们的立委说呢，自己呢是这个台湾国的立委哦。那呢，我们不要讲到政治，所以说呢，也不要讲出呢，是哪一个党派的立委。那呢，反对党派又是谁？这些我们不讲出来，只是说呢，他说呢，这个是台湾国的立委，你觉得是正确的还是相反的呢？那呢，你现在所在地点呢，在台湾还是呢，在中华民国呢？那呢，开启这个主题呢，不是要跟大家讲这个对立的问题哦，这只是呢，今天刚好有这个新闻，所以说呢，跟大家来做报告一下哦。是啊，这个 YOKE 大大呢，你是说哪一首歌曲？我还是没有看到，大家知道他在说哪一首歌曲吗？我们的侧着跟大家说呢，勤快呢的芬芳的空间，优渥文化，但是呢美感这样子温暖的姿态，展现每个人的胸怀，在这里呢信心满满，让我们的文化以及虔诚带给每个人喜气的方向哦，以及呢快乐的空间，可以呢在此的直播间可以散播出来美好的陪伴，感恩我们的侧哲，感恩您。再跟大家呢继续来聊今天的新闻，以前呢先来聊一下今天的主题哦。你是中立的哦，没错。等一下，你是说那个桃园的中立还是哪里的中立呢？笑一下哦。
那呢，今天的主题呢叫做你会给自己享福基金吗？享福基金呢又是什么呢？你多久呢给自己一次呢？在我们这样子的网络媒体的报道呢，他说呢1个月呢给自己一次的享福基金。享福基金的占比要占多少呢？他说如果人生呢在你每个月呢没有这样的享福基金呢，其实非常的痛苦。这个人生呢不需要这么痛苦哦。所以说呢，他说你要再先算好自己的呢，这个自己的这个等一下我等一下讲回来自己的这个金钱，自己的这样子的薪水呢，50%呢拿来做基本开销，那呢10%拿来做储蓄，10%呢拿来做投资，那另外的30%呢就拿来做享福基金哦。那享福基金呢，有的人呢他会拿来花自己想要的东西啊，甚至呢花别人想要的东西，甚至呢还是呢你花给伴侣的呢，那呢你有自己会存这个享福基金吗？是的，我们不会讲到这个政治哦，只是呢刚好今天有这个新闻，所以呢跟大家乱过一下下而已不会谈到政治我自己的直播台呢，很少会谈论到政治，以及呢，我们都是中立的，没有错。所以说呢，这只是今天呢刚好有这则新闻，所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等一下还有很多新闻哦，今天的新闻呢比较这个真的是中立一点哦，没有什么太多的，不管是车祸的啦，然后意外的啦等等之类的。但是呢，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聊一下，说呢，我们大家要记得保险那呢，你们都会给自己一些享福基金吗？我们的淑芬姐，我们的皮金儿小蘑菇，甚至呢，我们的新树师兄，有没有给大家一些自己的享福基金呢？那呢，我们的 YOKE 大大呢，你到底想要我唱什么歌曲呢？请你打出来，不然我真的不知道你想要我唱什么样的歌曲咯。前几天呢所唱的这个7字调一条金仔，一条金啊，一条金啊是这个台语歌啦，还是客家的歌啦，还是什么样的歌曲呢？因为我不知道这一首是什么歌曲，所以说呢，没关系，我呢再来查一查呢，这是什么样的歌曲哦，然后呢有机会再来唱给你听哦。我先把它记录下来。那呢是台语的，还是国语的，还是呢这个陈英杰唱的如果是陈英杰唱的，那应该是这个台语的，对不对？男生唱的线上朋友知道吗？知道这首歌曲吗？我们先来唱一下7字调。那呢7字调里面呢，先用我们的这个你猜测的，然后呢是的到底是陈英杰唱的还是男生唱的？陈英杰是女生，所以是的是指哪一个部分呢？那呢我们前几天呢所唱的这个7字调，用新曲北北照三观，以及呢细盆波丹白细微有很多观众朋友呢帮我们按赞，也喜欢呢我们这样的唱法，所以说呢我们就再来唱一下呢这个传统的曲调7字调，用传统的歌词来听一下咯，感恩大家。新去北北照三观，
解我，所以哟，有的中无限。放下世人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往无转。四盆无担啊，百事为无风无摇啊，好的袂开。等待来三个啊，来降落水。落花心啊，好的照开。哇，有点恐怖啊！刚刚呢，差一点破音哦。先容许我呢，喝口水哦。搞笑，已经破了哦，没办法哦，刚才喉咙太干了，先给自己一个笑声。一条金仔，这个呢是小凤凤唱的歌哦。好，我呢下播之后呢，我再查一下这一首歌曲。那呢，如果我有时候学会了之后呢，再来唱给你听哦。感恩我们的 YOKE 大大，我们的可恩哦，感恩你，也感恩我们皮筋儿小蘑菇的掌声鼓励鼓励。为什么呢？等一下来跟大家聊一下说呢，保险的重要性哦。刚刚呢有跟大家讲我已经27岁了。那呢，这一张保单呢，是等于我的第一张保单哦。除了呢这个机车的险以外，机车的加重险以外呢，第一张呢开始保这个意外险啦，开始保这一些呢这个手术啦，开始保一些住院医疗啦等等之类的险。那呢，为什么跟大家讲呢？这个住院的医疗啊等等的保险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就犹如呢，我们线上朋友呢，有的朋友以前呢，也生病过，以及呢，像我爸前阵子呢，这个心肌梗塞，那呢，当然有救回来，那也还好呢，有这些保险哦，可以呢，帮他呢，付一些医疗的费用，把它 cover 过去哦。所以说呢，我就发觉这个保险的重要性。那呢，如果在台南的朋友，有需要保险的保险经纪人呢，也欢迎呢，问一下我可以呢，帮你做个介绍，感恩喽。哦，这个呢 ，YOKE 大大说呢没有保险哦，这个马来西亚有流行保险这个东西吗？因为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呢，其实我不知道这个马来西亚有没有流行保险这样的东西。那呢，等一下呢，再跟大家呢继续来聊一下新闻。在我们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哦。也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你有呢保这个重大疾病，然后呢已经有10领，还是没有10领？哇，这个10领也太多了吧！个10、百、千、万，180万呢，要求哦。庶民应该是还没有领这一笔钱吧？如果要确定一下，应该是没有领这一笔钱，是他的保费呢的保障，这个重大疾病呢可以实领这个180万非常非常的多钱哦！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代表呢你这张保单呢开得非常的好哦。
而且呢，你看呢，我们的策则说呢，我们每个人的每天呢都是辛劳的，都要一个规划。你的每个月的辛苦钱吃饭够用就好。你的开销呢，可以搭公车，可以骑脚踏车，很方便的把呢这些钱呢，省下来呢，这个一个月呢最少呢要1万块。那呢，你如果呢没有多的话，就呢多存个5000块，到时候呢，会用得到的哈。感恩我们的策者的鼓励，大家呢也记得呢要做储蓄哦。保险不给你保，因为记录太差了，这个整天住院哦。为什么我们的皮筋呢小蘑菇常常住院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那呢，你又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呢而住院呢？就像呢我们冬天你看一定要穿暖看我们呢，你看真正冬天的开始，所以呢我穿的这样子毛茸茸的哈。这个呢，一条手帕呢是陈英杰唱的，然后呢蛮好听的哦，没问题。感恩我们的策者的解答，我也呢等一下来收听一下这一首歌曲。那呢，来跟大家聊一下新闻哦。有没有呢住我们新北或者是台北市的朋友呢？今天呢，台北这个新北市的三重区哦，那呢有一家电信业者呢，这个招牌起火。那呢这个招牌起火呢，我想也有可能是这个电线走火啦，还是怎样子之类的哦。但是呢，这个招牌居然也起火了。所以说呢，不止呢我们在用电方面。你看连一个小小的招牌这样子呢，只是一个引人注目，只是呢打广告的这样的用具哦，想不到呢也会起火哦。所以说呢，大家呢都要注意自己，不管是家庭的用电，甚至呢你在上班过程中呢，这个公司的用电哦，也不要想说反正电是公司在付哦，所以就尽量的给他用哦。这个呢，皮筋的小蘑菇说呢，他是一个酒鬼哦，原来如此哦。那呢，酒鬼呢，请问呢，你都喝什么酒呢？比如说，可能喝个高粱的啦，还是呢喝个威士忌的啦，还是喝什么酒哦？那呢，我们的淑芬呢，也给你提醒哦，跟你说呢，这个酒真的要戒，因为呢会伤身体哦。偶尔喝没关系，但是呢，因为这个会很伤胃啦，很伤身体啦，很伤呢你的排毒功能哦。所以说呢，我们的小蘑菇呢，酒呢也要慢慢的戒掉。如果呢你每天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那呢听完就赶快去睡，就不要喝酒了这样会戒酒吗？我也不知道或许听这个雨涵电台呢是不会戒酒的这样子这个庶民说呢，我觉得呢这应该是沈文成唱的大家呢对于这一首歌曲这个一条手帕各式各样的人呢都不知道呢到底是谁唱的这样子那呢我们的这个YOK 大大问说呢，我们的小蘑菇是男生还是女生呢？喝威士忌快1瓶很伤身呢，要许我喝威士忌可以喝到1瓶，我不知道该给你一个掌声鼓励还是给你一个尴尬的笑声。那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吧。因为你可以喝到快1瓶，所以呢也是蛮厉害的。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之后呢，再给你一个尴尬的声音。欢迎我们的 TATB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你哦，给你一个尖叫声。那呢，等一下呢，来给大家唱个歌曲哦。
是的，我们的笔记呢小蘑菇呢是我们的男生哈。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的 KADA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给你一个尖叫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呢上来聆听的过程中，别忘记哦，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帮我们分享出去。那呢，这一台呢，在推广戏曲文化，以及呢今天的即时新闻的小知识，还有明天的天气哦。明天台北地区以及台东地区的降雨的几率大概在20到30%左右。那呢，这个台中以及台南地区呢，这个降雨的几率呢，大概在10%左右。我们先来唱个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我们的七字连空奏，它是男女对唱的歌曲哦，所以说呢，等一下呢，我会男女切换咯。秋难改，中中心事随人知。阮夫妻好爱呀，已经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嗨嗨，相亲相爱。伊爱阮对心行拜礼啊，实在太爱恋爱。我会好受，亲像姑娘，想开又分开，风风计笑命，我无悔做定悲哀，一句迎春选叫我自带，往下成现态，过牛卖，冤家当存啊，当心情深渐将生地带，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感恩呢，我们线上的好多朋友的这样子的掌声鼓励哦，以及呢，欢迎我们的小七姐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小七姐姐，我都唱完了哦，你才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哎，你少听了一趴哦。哦，有听到是不是？那呢，也给你一个掌声鼓励哦。感恩我们的淑芬姐的称赞。我们的淑芬姐说呢，最喜欢呢现在唱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我们的七字连空奏哦。什么叫做七字连空奏？就是呢，我们的传统的七字调呢，从头唱到尾，从前奏呢唱到尾奏，包含能间奏呢都唱下去，这个叫做我们的七字连空奏哦。那呢，这首七字连空奏
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呢男女生的对唱哦。他们呢吵架之后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表达我的，你表达你的，但是呢，永远不对平呐。这如果呢发生呢在这个现场呢，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是不是呢非常非常的不好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永远对不上频呢。然后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呢，前面的聊天哦，以及呢，这个皮筋的小蘑菇说呢，他最喜欢这个香奈儿的5号香水哦，到底是多香哦？改天呢，我们见面一下呢，记得呢喷一下这个香奈儿的5号香水呢，给我闻一下啦哈。然后呢，我们的皮筋呢小蘑菇呢跟我们的小七姐姐打招呼喽，欢迎我们的小七姐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我们的小蘑菇、我们的淑芬、我们的 YOEKE 大大以及我们的小七姐姐的称赞吼。是的，这个呢小蘑菇懂得非常的多，以及呢真的对这个香水啦。然后呢，我们的心术师兄是懂这个日文以及英文对了，昨天这个心术师兄为什么你没有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呢？为什么呢？这个国外朋友上来的时候呢，你没有解救我一下下开个小玩笑，等一下呢，跟大家呢继续来聊一下新闻哦。在这个高雄呢，这个海霸王的工厂哦，结果呢用这个起重机呢要吊这个堆高机哦上去呢这个4楼，结果呢这个车上呢这个堆高机的车上当然呢就坐了一个驾驶坐了一个司机，结果呢不小心这个呢就掉了下来，从4楼呢掉了下来，所以呢这个1人身亡哦。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公安意外，非常危险的新闻，大家呢要注意安全哦。来了又跑掉了没错，他刚刚呢来了又跑掉了先给他一个笑声。所以呢，大家呢，不管在工作上，甚至呢在家里呀，在任何的职场上呢，以及生活当中，都要注意一下呢自身的安全，以及呢跟大家讲一个消息哦，这个华为呢也出了几支的手机，那呢它现在今年出的这个手机哦，居然呢可以跟 iPhone 呢连接来传输照片的功能哦。哇，这个真是一个突破，也可能呢会吸收到一些呢这个 iPhone 的用户哦。一瓶3000多你一瓶毒药呢，这个20多年呢还没用完哦。所以说呢，这个小七姐姐说没有喷过香水，那呢这个花露水有用过先笑声一下。如果呢我们小七姐姐呢有用过这明星花露水呢，那请问呢有瞬间变年轻吗？这个8点档所做的华为在台湾买得到吗？这个好问题，因为我没有在研究手机，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哟。再来呢，跟大家讲呢，这2个呢蛮搞笑的这个新闻哦，跟大家呢聊个天。这个呢，在我们的彰化地区哦，然后呢，有一个男子呢，在这个车阵当中呢，这个呢，青蛙跳，
就这样子呢，青蛙跳过马路，那它到底是在做什么呢？为了呢，等一下去对面吃牛排可以吃的比较多吗？还是呢，有什么原因呢？跟朋友打赌呢，所以要青蛙跳过马路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没有人知道，只是呢，虽然有点危险，那又有点搞笑，但是呢，大家也请勿模仿哦。另外一则新闻呢，在我们南投这个国道6号哦，既然呢有国外的男子呢，也是下车，然后呢，跳舞一下哦。虽然呢不到5分钟的时间呢，但是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不管你开车在路上，在我们的国道上，甚至呢在平面道路上呢，都要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以及呢不要随便下车哦。欢迎我们的淑音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呢，我们的小七姐姐说呢，这个刚下班哦，那小七姐姐呢是在做什么工作了？等一下，我们的新树师兄呢又跑出来了，再一次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刚刚呢，在点名哦，发现了你消失了一段时间哦。先容许我喝口水，等一下呢，再给大家唱个歌曲，这样子哈。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不论呢推广戏曲文化，不论呢跟大家讲明天的天气，还有呢跟大家讲今天的即时新闻，也别忘记哦，先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线上的朋友也都可以互相聊天，互相认识哦。也别忘记呢，也都可以先追踪一下这个XIAO 大道哦，这个是我们的小七姐姐。听说呢是一个吃播的节目哦，在每天的中午大概11点多，对不对？会有一个直播节目，那呢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七姐姐哦，感恩。互相介绍一下，那大家呢互相关注一下哦。来跟大家呢唱个歌曲，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等一下呢再跟大家来做聊天，来讲一下故事哦。也感恩我们的小七姐姐哦，不用感谢，因为呢互相介绍呢，这样子呢就是一个善的循环，感恩。先来听一下呢，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感恩大家。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予人心头用。动手假死伊生病，待好恁去后心不惊。驸马晓心。无情意，因为爹娘啊，忘妻离，风风雨边啊，冲了去，滚泪去忍啊来。笑天，兄歹八宝金相依，驸马无讲世情义，并个王良情义。感恩呢，我有看到我们的小七姐姐说，听了之后呢，都想要一起来学唱歌仔戏了哈。
欢迎你呢来学唱歌仔戏啊！如果我们的小七姐姐呢想要学唱的话呢，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有我们的赖群组哦，那呢欢迎你加入群组，那呢要回答一个问题哦。它里面呢会设置说你为什么想要加入这个群组，你就给我写一个我是小七姐姐，那呢我就知道是你了。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学唱歌仔戏我们呢也做很多这个日照中心的推广哦，所以说呢，线上我的影片里面呢，有一些日照中心的这些推广影片呢，别忘记都要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语，以及呢帮我们按赞哦。因为呢，这些督导朋友们呢，都会看哦，都会看说呢，大家给这些小朋友以及呢这些长辈族群的鼓励哦。所以说呢，大家互相鼓励一下哈。然后呢，我们的新树师兄说呢，我拢没钱汤吃饭啦。哇，你这个台语也写得太好了吧哈！讲拢没钱汤吃饭，那呢，拢吃米啦哈，敢是拢吃这个泡米尔，所以拢没钱汤吃饭安尼就对了哈。那呢，这个呢，皮筋的小蘑菇说呢，这个一都赞哈。不错，一都赞呢，愈吃愈赞，安尼就对了哈。那呢，吃完之后呢，就是一个这个好野的这个善的循环这样子哦。谢师兄呢是这个好野人家哦。你怎么知道呢？你有没有去过他家？所以你怎么知道他家是个好野人家呢？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苗栗地区呢有一个独居老人哦。那呢前几天呢，他跟他的朋友那呢一起在家里喝酒，跟2名朋友。结果呢，想不到这个独居老人呢，竟然在家里呢被这2个嫌犯呢给殴打，而且过世了。那呢，死亡呢还是呢在这个独居老人呢的生日的前夕的前一天呐。所以说呢，哇，我们这个独居老人也有点可怜。那呢，大家这个交朋友呢要慎选朋友，这是真实的你看邀请这2个朋友呢来家里喝酒，那呢起了一点小小的口角，就不小心呢就被殴打死亡了，非常可怕的新闻哦。以及呢，我们台中地区的北屯路今天呢，这个在挖路树的时候呢，有不小心呢挖到这个瓦斯的管路应该是修好了啦那呢，当然也制造呢大家呢很紧张的气氛。所以说呢，如果有台中的朋友，这个台中的北屯路呢，有一个地方呢被这个瓦斯管线呢被挖。不小心爆开了，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有经过那附近，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感恩大家。那呢，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腹式呼吸法。那呢，还有没有什么想聊的，甚至呢，想要听的什么样的歌曲呢？顺便呢，跟大家呢来广告一下哦。我们由我们一心原民戏剧坊所制作的这样子的手工饼干，这个原味的饼干里面呢是我们的燕麦片以及坚果，那呢淡淡的黑糖香，它一包里面呢是10片，那呢一包呢是卖我们的100块哦。那呢，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欢迎呢线上呢跟我们来做订购，也都可以呢加入我们的赖群组哦。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这样的福气，一起来结缘。因为呢，一心原民戏剧坊之所以叫做戏剧坊，它是在演戏的啦。但是呢，他们是一个佛教团体，那呢，所以演戏给别人看是不用钱的。甚至呢，做饼干，做这一些结缘商品呢是不用钱的。
那这一次呢，是我特别呢来邀请他们呢来贩售这个结缘饼干哦。我说呢，如果来我这个直播电台呢，来贩售这样的结缘饼干，那也让更多人呢来认识你们一心原民戏剧坊，这样子呢，改天在做戏的时候呢，有更多人呢来看你们戏曲的文化，这样子哦。所以呢，也感恩我们一心原民戏剧坊的配合。那呢，现货剩下8包而已，所以说呢，如果呢大家有喜欢的朋友，欢迎呢在我们的赖群组里面，甚至呢，加我的个人的赖呢，也都可以跟我们做订购哦。然后呢，这个 LOVE 这个 WANLIN 是我自己的赖的 ID 哈，也都欢迎大家加我的赖，或者是呢加我的脸书以及 IG 都叫做郑雨涵，感恩大家。那呢，我们的这个小七姐姐说呢，主播的声音很有特色哦，感恩我们的小七姐姐，这也是呢特别来训练的啦。更早期的这样子的直播电台呢，原本真的讲得很像广播电台，把呢这个声音呢放得很慢。但是呢，后来发现现代人都是喜欢看这短影音啊，非常急躁的个性所以说呢，就发现说呢，我们要开始这个加快自己的脚步，加快这样的速度。也有我们的寄售店家呢，所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说奇怪这个呢，你怎么都不会卡词或者是呢，怎么都不会有顿点这样子有啊，因为呢，基本上的草稿呢都已经想在脑海里面了，所以比较简单一点点。小七呢买一下啦，谢兄们，你们互相鼓励一下哈。那呢，如果有兴趣呢，欢迎呢加入我们的赖群组，甚至加我的赖都可以购买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的这个手作饼干。是纯天然的哦，没有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呢，它冰这个冷藏冰箱可以冰1年我觉得呢，你也不会冰到1年，应该是呢，马上就会把它吃完了哈。然后呢，我们的策则说呢，这个小七姐姐她的美味呢，真的都让呢每个人都流口水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说呢是非常非常棒的那呢也是善用我们这个雨涵电台的直播间这个平台呢，来这个推广这样的文化戏曲，以及呢推广我们一心原民戏剧坊。刚刚呢也有跟大家聊到形象有分2种，一种呢是个人的形象，一种呢是公司甚至剧团的形象。就像呢我自己的直播电台，我自己的频道呢，你看就是呢，这样子呢来经营个人的形象，相信呢就像小七姐姐的频道一样，也是经营个人的形象。那呢今天如果开了一间公司，甚至呢开了一个剧团，就经营这个剧团的形象那呢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说呢，这个呢你们2个买这个新树师兄以及呢小七姐姐，你们2个买，然后呢送给我吃，这样的概念这个蛮搞笑的再来呢，我们要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邀请大家一起来感恩今天所遇到的事情咯。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先观察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甚至呢贯穿到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甚至贯穿到我们的脑中。
可以呢，在我的声音里面呢，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吐气，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要一起来感恩3件事情哦。不论呢，今天在公司，不论是对你的主管、对你的下属，甚至对你的同事，今天在家庭当中，对你的家人朋友，对你的姐妹，对你的爸爸妈妈，对你的呢小孩子，都可以来做感恩的3件事情。不外乎呢，对我们的陌生朋友，对我们超商的店员，对我们百货公司的店员，甚至呢，感谢人事物，感谢呢，今天呢，网络非常的顺，感谢呢，我的手机非常的好滑，感谢呢，我们居然有电可以来照明这样的灯光，所以说呢，事事都可以感恩。你是否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非常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呢，不论你在做家事的过程中，在呢陪伴家人、陪伴朋友的过程中，都可以一边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先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分享至你的脸书，分享至你的 IG， 分享至你的LINE群组。感恩大家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我们的淑芬，以及感恩我们的策者，感恩我们皮筋的小蘑菇，还有我们的追忆大大，我们的小七姐姐的晚安哦。线上朋友也都可以跟我们打招呼来做互动，感恩大家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明晚一样8点再会咯。明天呢是我们的礼拜3哦，祝福大家呢这个工作的期间呢都可以呢非常的快乐，非常的顺心哦，平安顺心吉祥，感恩就是我们每天所要做的事情。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聆听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做个结尾哦。欢迎我们的怨灵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怨灵有没有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那呢也都可以补唱一下给你听哦。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先来聆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我们明天8点再会咯，感恩大家。将思念情，害我行咧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身体来排，我并非条工，将伊使，当时失手是我不该，照做一兵，夫妻才能再和谐。永远要搁做，你有灵来我好。照片一件，我拢有照做。你讲爱，连来了说。穿着衣服，你我做缘，你我不对你啊。对你依赖用情，我不了情。大
家呢，我们现在所聆听的是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那我们明天晚上8点再会喽，大家晚安。互我知影，本宫特要闹家，互你背受山。我爱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下，怕你唔知理，唔知义。今日请你食竹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哦，你是刚忙完，所以呢，现在才有空呢看我的直播。没问题，没问题。那呢，补唱一下歌曲给你听哦，不然呢，无猜你起来哈，结果没有听到歌曲。我们来聆听呢，刚刚所有唱过的这一首《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哦，补唱一下歌曲给我们的怨灵所聆听哦，感恩大家。汾阳江波七十相守，心不快惜无留。对爱多子给拜寿，年年今宵老优秀。感恩我们的怨灵哦，补唱一下歌曲给你听一下，才不会呢一抓落来哈、这个是刚上来呢，我们就要下播了，所以说呢，补唱一下给你听哈、这个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非常骄傲的这个公主呢，所出台所唱呢，就算呢我的这个夫君这个驸马呢，他爸爸70大寿。我还是呢，假装我生病在家，我就是不去拜寿，你能拿我怎样子哦？所以说呢，你可以听到他非常骄傲的个性哦。欢迎我们的这个习大大，我们的家毛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欢迎大家的鼓励哈，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我们的最后一大大，以及我们的淑芬姐，还有我们的怨灵哦，都给我们雨涵电台的个鼓励哈，感恩你们的掌声，感恩你们的鼓励。那呢，明天晚上8点。
一样呢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不论谈论戏曲，不论谈论天气，以及呢今天的即时新闻。我们明天8点再会咯，一样继续来聆听我们这个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的内容哦。明天8点再会，大家晚安，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吉祥感恩。动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线？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背受山。我爱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咧，怕你唔知你唔知伊。今日请你食竹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真惊当前看对爱，大家当手只看卖，想要做事想要歹，不要打落平日心地界。来当兵做万件之苦，带领阿头来认输。哎呦，来这么疼！当着我是拍金赛夫，定面相片，我当寸金。怪爱对我上帝的边个老？别插话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介用，三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怪爱你太过分，两摆斗我够无够？你真歹心，唔离互我走，我要亲嘴甲顶头，互你过到我文惨。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给我一摆扑啊声！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小心，互你着车镜。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虽互人心头硬，动手假死啊医生病，大好饮天哦心无明。不怕小心，无将面，因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翻边啊，冲了去，分泪去灵啊来吃亏。大水风管难消去，也歹北宝经受益。驸马无搞切情义，宁可放